哦，大家可以看到舞台上有一个小蜜蜂，代表我们的民风。好，民风，嗡嗡嗡，嗡嗡嗡。然后旁边呢有一瓶啤酒，所以大家说只能喝一瓶就好了。拉中桥只能喝一瓶，不能第二瓶，除非一瓶改为3瓶。 现在他们用这个项链作为定情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从此以后就加入我们拉中桥的成员。现在最把查拉温诺关不努力来请他拉起一瓶民风。好，请给他挂一下。我们请我们的副拿少夫人帮我们的一瓶带项链，然后我们这个是我们原住民最宝贵的项链哈。这个从此以后呢，你就是我们拉中桥的成员。然后，我们拿少夫人为我们的一瓶带花环，我们拉中桥妇女的花环。那也在这边请亲家母、亲家公，我们的郭爸爸、郭妈妈，你们放心，一定进入我们克莱部落以后，或者是民工的家人照顾他，他也是多了好多的姐妹，我们拉中桥的姐妹是他一辈子的姐妹。从此以后，移民就是拉中桥，
王一人挤一个好了，就有成年的。王一人有没有在场啊？要不然就田国祥好了。你们拉伯中不可能，拉伯中不可能有人进来，只有沙巴都赢得out，很痛声啊，好像生猪毛了啊！来，妈妈了，请上台。妈妈了，哎，这个是部落舞台的演员哦，来，请上台。听说他们也在电视出来哦，我们现在他们刚才已经跳了一支舞，现在。